每日8點鐘準時起身返工，每日呢架巴士個個睡眼惺忪，58分打個卡將個鬧鐘，每日重複嘅生活固定嘅人工，嘢係永遠都做唔完，又唔係機器，何必要為咗一件小事而浪費心機？返工一直呻，人生時間所剩無幾，又到假期，你咪又係攤喺屋企，拎起手機咁有一日只係自暴自棄，成日 YouTube 抖音 AV、DV 只會榨乾你，機票收藏點擇唔買就係等個世界忘記，講到尾咪又係自擦一透氣，我命你即刻放低部手機，翻入房執好行李，唔需要知道目的地，目的係放空自己，唔需要約埋班 friend， 唔需要再遷就，唔需要 plan 行程去顧及邊一個嘅感受，聽住富士山下到富士山上，彌敦道塞晒車，喜帖街都冇場，戀愛巷嘅戀愛史係值得去讚揚，首爾嘅冬天打卡韓劇嘅開場，唔需要再去理會公司群嘅消息，唔需要拆穿再冚，唔需要演咩角色，唔需要太多嘅思考，唔需要揾攻略，唔係你俾世界遺棄逃離係一種假象。飛天飛天再講我走先，走先請將我當天當天無心的野禍，就將我飛天飛天再做要升仙，升仙係咁啦，走先走先無心改過。Zaire on the track, boy. 我知道煩呢個都市有好多煩呢個煩事，繁瑣嘅人事冇意思會磨滅意志，好容易將一切嘅人事都當係天意，將佢記錄喺記憶入面嘅不如意。黃子華講過人生中不如意係10之1二，何必要將呢1二變成係一片一片？歷史其實係並冇任何嘅教育意義，如果唔係嘅話又點會重複一次又一次？少啲自我懷疑，跌倒再企翻身，你得山有幾高，拎起裝備再去攀登，唔好諗結果係點，鹹魚到底會唔會翻身？人生就好似係一場唔知目的地嘅旅行。飛天飛天再講我走先，走先請將我當天當天無心的野禍，就將我升天升天再做要升仙，升仙係咁啦，走先走先決心改過。Zaire on the track, boy.